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东鹿野7.2公里长的历史隧道，是当地热门的景点。但是，即摆路边的树啊，全部拢从暂头式的修整，是互旅客到现场看一个拢硬气，讲安尼伤可惜咯。原来这个历史隧道所种的是小叶懒人这种树丛，这个树身悬，树枝发摊怀，树硬扎着日，农作物食无日，就无法度来结果。再加上进前海葵风台的影响，残枝断木，拢共缀着附近的农作物。这项公所接民众买完的电话是接甲手会软，所以才决定来做一届大规模的修整。工作人员摕着旧树的工具，要甲大树枝拢总错断。行过白塌塌的路边仔的树仔，拢互人斩断。长1.2公里的行道树，拢做互错掉，景色真奇怪。正紧的是台东的热门景点绿色隧道。只是作为游客的话，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突兀，就感觉蛮可惜，因为就是失去这次最想要来看的点。日头光透过树尾，民众伫咧树院欢喜来翕相。台东鹿野乡龙田村的这条路原本应该是草木正旺，即马煞啥物拢无。原来是受到海葵风台影响，长期的树尾拢总缀伫咧附近的农作物顶悬，农民是穿甲真辛苦。乡公所嘛接电话接甲手软，后来决定伫咧19号做一届大修整。我们会选择在这个冬天来矮化它就是因为太阳不会很强，温度不会很高，定型了之后，它就不会再萎凋。不少农民拢支持错树，因为绿色隧道种的是雨伞树，树冠会使到20公尺，树尾搁济，甲附近私有农地日头光炸掉咧，互遮的水果拢发袂出来。经过矮化和修整了后，较袂影响到农民。这是阮的，我是可以做路，唔是做树啊。不过，护树团体认为，斩断的面积伤大，容易互真菌细菌来感染，树仔就容易死亡。观光和趁食的两难，树仔到底是不是爱修，搁爱安怎修，拢考验着负责人的智慧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